在2021年5月26日，意大利议会投票一致通过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据韩东网报道，经过持续数月的辩论，众议院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统一的文本，浓缩了代表广泛的两党议员5名议员提出的不同决议共识。文本采用了强烈的语言，共同关注非法劫狱做法、压制宗教自由、强迫劳动、拘留营、任意拘押和大规模数字监控。批准的文本引用了联合国人权观察和中国法庭等机构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罪行的证据，但文本并没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所作所为。通过的动议要求意大利政府在国际层面上对中国做出类似的谴责，认真对待东突厥散人的证词，并帮助受害者。日本不少民间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系统性压迫和同化政策。来自香港、西藏和南蒙古的抗议者也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系统性压迫和同化政策已经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谴责中国的镇压政策，将东突厥散发生的事情描述为种族灭绝。聚集在首都东京的活动人士抗议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散数百万人进行种族灭绝。中国镇压香港自由，在东突厥散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已成为中共官员在国际社会无法避开的人权问题。周四，英国外交大臣在中英一次会谈中，再次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对香港和维吾尔人权的关注。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外交大臣重申英国对香港局势和东突厥散侵犯人权的持续关注，并强调给予联合国人权专家不受限制地进入东突厥散的重要性。声明提到，双方同意两国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范围包括贸易、解决生物多样性减少，希望在有关问题上进一步讨论。中国外交部周五宣布，爱尔兰、波兰、匈牙利和塞尔维亚4国外长将从5月29日开始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4国外长因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将从5月29日至31日访问中国。赵立坚说，访问期间，王毅将分别会见这4位欧洲国家的外长，讨论双边关系和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他说，中国希望他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加深双边合作，推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这是中国与欧盟关系恶化以来为修补中欧关系做出的一个新的努力。欧盟谴责北京对维吾尔人穆斯林进行系统性压迫。近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共当局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5月26日在出席活动时警告说，要防止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破裂，并建议采取紧急行动，改善全球关系，以防止另一场大国战争发生。米利周三在参加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时发表讲话指，美国在与中俄保持适当的竞争水平方面正维持着危险的平衡。米利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人体工程、超高音速技术、远程精准射击。我们现在可以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范围内寻找并打击目标。他说，掌握新技术的国家将它们与理论相结合，并发展领导力以利用这些技术。他继续说，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一方将在下一场战争开始时拥有决定性的优势。